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依話學堂，我係葉松業。近期好流行一個名詞叫做內卷啊，中國甚至乎咧推出反內卷化。咁但係咧，坊間對內卷嘅解釋啊，一係就話咩惡性競爭啊，或者咩邊際回報遞減。咁但係咧，似乎都解釋唔到啊，點解咧近年咧會出現全球化嘅嚴重內卷情況啊！今日咧試下同大家咧係從經濟嘅新角度咧去理解啊全球內卷化嘅真正原因啊！係啦，今日題目咧係經濟解釋啊，全球內卷化嘅真正原因啊，並唔係惡性競爭咁簡單啊，而係咧同貨幣理論啊嘅結構轉折咧係有關係噶。咁啊，內卷一詞咧 inflation 啊嘛，咁呢個名詞本身咧。傳統就係源自拉丁文嘅，裏邊就即係向內卷曲咁解嘛。咁呢個最早咧，其實就係 Clifford 美國人類學家啊，克利福特國茲咧提出嘅嘛。1963年啊，佢就喺印尼爪哇講嗰個濕度農業嘅時候就提出啊嘛，即係話咧不停增加勞動，但係咧嗰個回報咧嗰個產出咧並冇相應提升嘅現象啊。嗱，咁呢個咧喺表面上咧就好似啊經濟理論裏邊所講嘅邊際回報遞減噶，咁但係個結論咧就啱啱相反啊！所以今日咧開咪同大家咧剖析一下，究竟啊內卷同啊邊際回報遞減理論啊不同之處喺邊咧？而咧內卷化究竟又係點樣形成嘅咧？咁樣啊？咁現時坊間大多數講內卷就即係話惡性競爭，咁啊導致不斷投入更多嘅資源，但係咧個產出個回報咧就越嚟越低，甚至見負咁啊！咁所以就似乎咧同傳統講競爭理論咧就有啲格格不入係嘛？傳統本來就係話要透過市場競爭嘛，咁先至係嗰個市場嘅常態嘛，咁樣先至可以咧係達到啊真正有效嘅市場啊嘛。咁但係內卷就好似講到就話競爭唔係幾好咁係嘛？而咧加一個惡性喺前面都冇意思嘅，定義唔到係嘛？競爭就必然係惡性㗎啦嚇，冇善性嘅競爭啊。咁所以其實用惡性競爭咧就好似明又好似唔明咁啦嚇。咁而家今日咧，我係想講咧，其實呢個咧係同1971年之後瓦解咗布雷頓森林協定啊，搞到全球貨幣咧無毛化之後嘅一種用蝕本嚟到競爭，直至到壟斷嘅新商業模式。而呢個模式咧喺最近呢10年咧，更加進一步咧提升到國家化嘅內卷，咁啊最終咧變成地緣經濟衝突，甚至貿易戰啦。嗱，先嚟比較下經濟邏輯裏邊300幾年噶啦嚇，1700年啊就已經提出所謂邊際回報遞減理論噶啦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咁呢個都好易明噶係嘛？即係我教書嘅時候用呢個例子好易明啊。譬如你話我呢一間屋，我要油油咁你請2個伙計，咁啊2個伙計咪可能一日咪油完咯係嘛？咁你話我要快咁啊，咁你擺10個伙計入去，咁可能2個鐘頭遊完咯。咁你話喂，我再要快啲，咁我抌夠100個伙計入去。嗱，個問題就嚟咧，100個人企都企唔到啊！咁啊，直情咧，你撞我，我撞你咁咧，就於是乎咧，所以就話呢個邊際回報遞減啊！你越係增加投放，但係嗰個回報咧，就好似呢幅圖咁啊！原本咧，你話1個伙計變2個伙計咧，佢就會有一個效益提升啊！但係咧，你再多啦，十個伙計，咁佢嗰個提升已經減慢㗎啦。喂，你話去到100個伙計咧，嚟到油一間屋嘅油咧，咁於是乎咧就係逼個頭啊，終於咧嗰個回報咧，直情咧係會向下噶。咁呢個邏輯好簡單啊，而且咧係早自1700年代咧就已經有經濟學家提出噶啦。最早而家就將佢講成係 Tergot 嘅一個理論啦。咁但係好多大家噏得出嘅大師級啊，譬如 Ricardo 啊，佢哋都唔多唔少咧有涉獵過有關呢個經濟邊際回報遞減理論噶。咁你話喂，好似係嘛？同內卷咪就係話喂，投放更多，但係回報更少啊嘛。咁呢個就如果你話一樣嘅話咧，咁就無謂作多個新名詞啦。咁就叫佢做邊際回報遞減咪得咯，係嘛？
嗱，嗰個重點喺邊咧？就係話咧，其實傳統講邊際回報遞減咧，就係想解釋啊，其實個商業市場咧係會自動停止嘅，唔會無限咁樣惡性競爭嘅。佢所以佢用呢個 marginal 啊，就係嗰個邊際啊嘅原因係點解？就係話，當你啊投放100蚊，所得到嘅回報細過100蚊，喂，咁你就停㗎啦，啱唔啱啊？嗱，開頭你投放100蚊可以回報1000蚊，哇，抵到爛啦！跟住你再投放第二個100蚊去回報500蚊，仲有一賺啦。再投放第三個100蚊去回報有300蚊，打個和。嗱，再投放第四個100蚊，佢個回報得50蚊。喂，咁你又諗下咯？喂，都傻啦，係嘛？我要支出100蚊去回報得50蚊，咁我梗係唔做啦。所以咧，傳統嘅呢個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係講啊會停嘅。呢個就係啊傳統嘅經濟理論咧，同而家內卷化嘅唔同啊嘛，係嘛？佢哋就係想透過呢一個邊際回報遞減去講咧，個市場係會最大利益化咧，跟住會喺某一個臨界點咧，大家係會停止惡性競爭嘅。嗱，咁啊同內卷化啱啱相反，內卷化就係話鬥到你死啊，鬥到蝕本啊，都唔會停止增加投放資源啊嘛，係要鬥到你死為止嘛。咁呢個就係同啊邊際遞減理論嘅結論相反嘅地方咯。嗱，咁現時咧，其實你見到咧，全球之所以啊出現大規模嘅貿易戰咧，正正就係啊，因為呢一個內卷化咧，係由商業世界咧提升到國家層面啦，而家就變成國家層面嘅惡性競爭嘛。咁所以咧就嗱，譬如呢幅圖咁啊，大家睇到啦，呢篇文咧就叫做啊賣不掉咧就往別的國家倒啊嘛，三個警示信號。你見到啊嗱，紅色線咧就係啊嗰個生產供應。咁呢三幅圖咧，左手邊呢個咧就係啊電池啦 battery， 中間嗰幅咧就係光伏板啦，或者我哋叫太陽能板啦。右手邊呢個叫電動車啦 EV 啊，三幅圖都睇到啦。嗰個供應咧，嗰個產量咧係遠遠超過咧全球嘅需求嘅。藍色線就係嗰個全球嘅需求嘅。咁呢個就係啊一直所講嘅叫做產能過剩啦。嗱，咁而家咧就變成咧製造業咧，佢哋喺某啲特定嘅產業咧，係明知賣一件蝕一件咧，但係都會搏命生產嘅。咁呢個就係內卷化啦嘛。咁你話喂，點解咁傻啊？頭先唔係講咗咩？過咗嗰個 threshold 係嘛？你再投入嘅成本仲多過你嘅產出，咁咪停啦，冇理由蝕住做噶。嗱，傳統嘅概念就好簡單，個市場有競爭咧，就會淘汰嗰啲蝕本噶嘛，係嘛？你個生意賺唔到錢，你就會俾個市場淘汰啦。所以傳統咧嗰個邏輯係好正確嘅。係會啊，個邊際遞減理論咧，去到咧你再投放多啲咧，個回報仲少咧，你就會停啦嘛。咁而家搞咩啊？點解個內卷化係會明知蝕都繼續做咧？咁樣咁裏邊咧就有兩個重要嘅故事要講嘅。嗱，第一咧就係話咧，1971年之前咧，咁嗰啲錢咧係有錨嘅，有金本位、銀本位嘅，所謂真金白銀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你同個市場鬥氣咧，你唔鬥得幾耐嘅，因為你冇咁多真金白銀啊。咁所以以前有錨咧，咁通常咧嗰啲利息又好高嚇，借貸成本又好高，所以咧就冇乜商人咧係會啊蠢到咧係明知蝕咧都繼續增加投放嘅。嗱，但係咧1971年之後咧，咁美國單方面取消咗類金本位啊嘛，咁嗱進入咗一個 fiat money 咧，嗱嗰個問題就嚟啦。咁而家即係話嗰啲錢中意就可以增加供應㗎咯。咁既然啊可以喺冇成本嘅情況底下增加貨幣供應啊，咁所以個利率就可以啊減到零啊，甚至乎咯。嗱，咁喺呢個零息或者負息嘅情況底下咧，咁嗱錢就太多，都唔知擺去邊。嗱咁樣咧，就有人會覺得值得搏喎。喂，我抌啲錢落去鬥死啲對手。嗱，鬥死咗啲對手咧，咁我就壟斷市場咯。你壟斷咗市場咧，到時你中意賣幾多錢都得咯。咁啊，可以變成咧無限嘅利潤。
所以咧就形成一種新嘅商業模式啊，呢個 business model 啊，就係話咩咧？就係短期盡快大量嘅資金抌入嚟，然之後蝕本都要佔領市場，趕走對手，鬥死對手為止，咁就係內卷化。嗱，咁呢個咧10個市場俾你有一個市場成功咧，咁你已經發達啦，啱嘛？咁呢個就係透過咧鬥死對手咧去爭取市場壟斷。咁呢個咧事實上咧喺過去70年咧係由於嗰個資金成本嘅下降咧，係多咗一啲企業咧係用呢種方法嘅。但係畢竟咧商業層面咧得幾多錢啦，而且咧可能你未鬥死對手咧，就已經可能借唔到錢啦，破產係嘛？咁所以咧，本來都應該係有限度㗎，最多咪得嗰啲幾間巨頭可以做嗱。但係咧，而家提升到國家層面，咁呢個內卷化咧就變成係國家內卷啦。咁樣就唔同啦，個鬥法咧就唔係商業決定喎。咁而家咧其實就係戰爭行為啊，國與國之間嘅內卷咧，咁咧就變成咧。好多時又提升到什麼國家安全嘅問題咁樣嚇。咁呢一個模式咧，而家咧就變成升級，就政府就會講話產業政策係戰略考慮、國家安全考慮啦。咁問題就大啦，因為咧個政府咧其實可以無毛印鈔喎，無限增加貨幣供應喎。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會話：我要補貼某啲特定行業。咁好多大國而家都係咁樣做補貼噶啦，咁佢就話呢啲係我哋特定行業，我哋要重點保護。咁於是乎咧，咩半導體啊、咩清潔能源啊、人工智能啊，咁樣而家於是乎就話喂，國家重點栽培，提供補貼，蝕唔怕，蝕住做啊，搶佔國際市場，鬥死對手得噶啦。咁國家行為咧就等於將私人企業嘅燒錢策略咧就國家化。咁於是乎咧，就變成咧有一個無限發行、無限增加貨幣供應嘅背後推力，鬥死對手咧，成為國家化嘅內卷啦。嗱，咁最終咧一定會導致咧貿易戰或者地緣經濟、地緣政治風險提高喎。因為喂，如果我嗰個國家原本自己好地地生產，譬如話起碼都識下做啲低檔次嘅半導體。喂，你鬥死咗我咧，我以後就一定要高度依賴買你啲產品，咁我自己咧就會出現嗰個產業空洞化。譬如車咁嚇，你鬥死咗我啲製造商，咁我以後咧呢個國家就冇咗呢一個產業嘅知識噶咯，咁以後永世都要依賴買你啲車咯。咁所以咧就提升到國家安全啦。咁所以就必然咧係會話喂，我一定要採取行動啦。咁所以呢個內卷咧就提升到咧係好似變成咧就話喂，我要保護我自己，必須要繼續擁有呢一種生產知識喎。咁所以就各國咧，於是乎就採取咩禁運啊、關稅啊、出口管制啊、科技封鎖啊、制裁啊等等嘅非商業行為。嗱，咁呢啲咧其實就變成戰爭行為啦。咁所以而家搞嘅咩科技戰啊、能源戰啊、供應鏈嘅保護政策啊，全部都係呢一個範疇嘅。咁呢個內卷化咧，其實就係呢一種國家化內卷嘅白熱化情況。咁所以已經唔係簡單嘅所謂經濟現象，更加唔係私人商業行為，而係咧成為國際關係新型結構嘅衝突，用經濟手段咧去實施類似戰爭嘅策略啊。咁係話咧，係避免咧喺無限資本競賽之中咧，係失去國家安全嘅。嗱，所以個現象好有趣啊！即係話咧，佢個表面嘅表徵咧，內卷化咧就好似經濟邏輯所講嘅邊際回報遞減理論。但係咧，邊際回報遞減理論原本就係想講私人商業行為。咁你見到咧，投放嘅邊際投入咧多過你嘅邊際回報咧，你就會停啦嘛。咁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唔會有惡性競爭嘅。咁但係以前成本因為真金白銀咧成本高，而家你就搞到咧幾乎冇成本負利率，然之後咧你再提升到國家行為可以不斷大量咧去增加貨幣供應。喂，咁於是乎就個個都揀某啲行業去
捲死對手，咁人哋都怕㗎。喂，你咁樣捲死咗我之後，咁我就會出現產業空洞化喎。咁我為咗保護我自己嘅安全咧，咁我又會採取咧一啲敵對嘅行為，咁啊變成咧提升到類戰爭嘅貿易戰啦。咁呢個就正好解釋咗內卷化同貿易戰點解會同時發生嘅現象啦。好，今日嘅討論到呢度，拜拜。